台南的新市有一丛200年的白脸雾树，有4层楼啊悬。为着要来保护白脸雾，袂去互病虫害来侵蚀，主人家是用大型的网仔甲围起来。即摆当咧开花，真水。 台南新市即嘛是白脸雾开花结果时期，来到三桥班园，所守的因兜因后壁有一丛200年的白脸雾树，为着卖花有病虫害，主人是真用心。时代无共啊，病虫害济啊，果蝇济啊，你若无泥网啊是无通收啊。 这丛白脸雾树有区公所立管的编号32号台湾原生种，但过受到天气的影响，本来一冬会开5支花，即马一支煞做一遍开。啊，今年就迄个天气就较无共啊，而且几若冬会拄着一届安尼啦。本来伫新市区有88丛的白脸雾树，即马只剩38丛。所以讲要看到200年老丛的白脸雾树，这算是真罕见。想要食到100年老丛的白脸雾，就要等到6月底。 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